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好囝唔带会食，好命唔带勇行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会食甲勇行比好囝好命搁较重要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读做达得啊达第八条。简单来讲，达就是讲物件的介绍，若是有介绍有迄个价值，咱讲是有达达的，还佫有达钱。假使讲若是无迄个价值，就是唔达，嘛会当讲是不如，比袂过。像讲有经理，较早讲是达经理。这个文音读做得，同款是第八条，意思就是轮流，咱讲是轮得。啊，若轮流上班，咱讲是值班；轮到值班，咱讲是当得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达得安怎？意思就是所付出的代价甲所得到的回报是相当的，咱讲是达得。第二个词读做轮得，意思就是轮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看到国际大名车，买将小车来到现场排队买票，安排轮得。无论安怎辛苦，大家拢认为是达得安尼无暝无日来遮等待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达，这是背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得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